姐，拉我吧！快点啊！嗯，你这手怎么那么短呀？喂，在干嘛呢？白搞啊！让我们表演个新技能，看一下今天的腰到底有多细。你把我弄湿了！假的！虎哥，你信不信我能用这支笔消失？看好了啊！静静，来，喝雪碧，给你一瓶，放这了啊。赶紧喝。妈呀，吓我一跳！打死我呀你！你想打死我是不是啊？打死我！姐，我要吃橘子。哎呀，啊，有粘鼠板。干嘛呀？亮吗？亮，你信不信我能把火吸到嘴里面去？我不信。看好了啊。我操你妈！到底啊！我是不是给毛耍了？干嘛？给我吃一个，来吃。不吃。给你吃，别生气好不好？漏电！哎呀，我操！我就想恶搞你一下，我这被你电死，被你踹死了！哎呦！那你跟我说呀，说清楚了，怎么样？哎呦！哎呀妈呀！哎呀！姐夫，帮我拿一下，我想拍个视频。拍视频啊？啊，手劈木板。哎呀，这么牛逼啊，小刘子！来，必须的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，来。来，加油啊，加油！